豪门8点档，港星一直在。大家好，这里是辣评娱圈。4月14日，曾宝仪接受了某节目的专访。当天，曾宝仪身着深蓝色的衬衫裙，妆容精致，气色不错。已经48岁的她，皮肤紧致细腻，身材也依旧纤细修长，还是记忆中知性又不失甜美的样子。然而，保养得当的曾宝仪却总被媒体调侃是宝仪，暗指她一把年纪了，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之前，她搭档吴宗宪做某档外景节目时，主题刚好有关于女儿出嫁。吴宗宪对曾宝仪开了一句玩笑说，嫁不出去的女儿待在家里就是赔钱货，颇有些暗讽的意味。其实曾宝仪有稳定的男友，两人相恋16年，却一直没有谈婚论嫁，更没有生儿育女的打算。曾宝仪的感情生活简单低调，除了和黄子佼、小 S 的纠葛外，只谈过这一位男朋友。而她在拍戏、主持方面的表现都已经获得专业认可，不需要再辛苦打拼事业。那么她为什么执意不结婚？哪怕被调侃为姨，暗讽是赔钱货，也依旧坚持。这也许和她的父亲曾志伟有很大的关系。相比曾志伟的众多花边新闻，他的儿女们就低调多了。曾宝仪的感情经历简单又浪漫，她的初恋和大多数人一样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年轻漂亮、性格开朗的曾宝仪是男生们心目中校花级别的女神，追求者众多。其中比她大3岁的学长林明谦风度翩翩，有颜有才华，吸引到了她的注意。很快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谈起了甜甜的校园恋爱。在一起之后，林明谦才得知他的父亲是曾志伟，不仅不开心，反而觉得像晴天霹雳，因为他认为和星二代交往会很麻烦，私生活会被别人八卦。为了照顾男友的感受，他们在公众场合不会太过亲密，免得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和争议。遗憾的是，这段感情维持的时间并不长。林明谦想去北京发展事业，两人只能以分手告终。当时曾宝仪已经进入了娱乐圈，来不及伤春悲秋，就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2000年，他被知名主持人张小燕相中，成为了超级星期天的助理主持，正式走上了主持人的道路。他和阿雅因这档节目相识，并通过阿雅认识了大小 S 姐妹，还很快跟对方成为了朋友。当时小 S 正在和黄子佼交往，两人相恋多年，是圈内有名的一对金童玉女，一度要传出订婚的消息。但是黄子佼一直对小 S 泡夜店的爱好很不满意。有一次，黄子佼想让小 S 和他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对方却以和姐妹购物为由拒绝，导致他非常失落。于是他和一起主持《晚安各位观众》的搭档曾宝仪越走越近。有媒体报道，黄子佼每天都开车送曾宝仪回家。之后，黄子佼劈腿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曾宝仪也被冠上了小三的名号。虽然黄子佼称自己是和小 S 分手后才与曾宝仪交往的，但小 S 对两人充满怨恨的态度令外界根本不相信这一番解释。曾宝仪和黄子佼在一起后也被外界疯狂谩骂，导致事业停摆。再加上他妈妈非常不喜欢黄子佼，两人交往3年多之后就分了手。直到2015年，小 S 和黄子佼、曾宝仪上演世纪和解，他还在节目中向黄子佼道歉，说自己当时太冲动了，给他和曾宝仪都带来了负面影响。不过也正是因为当年的这场风波，让曾宝仪与初恋再度重逢。2005年，曾宝仪因为名声不好，事业受挫，选择来到内地来发展。没想到她和初恋男友林明谦又一次相遇了，两人都是单身，对彼此还有感情，便重新走到了一起，甚至比过去更加珍惜对方。2007年，曾宝仪和林明谦分别带对方见了自己的父母，获得了父母的认可。没有结婚的打算，不结婚不代表不会好好经营感情。他们风风雨雨10几年，一直陪伴在对方身边。2015年，曾宝仪录制综艺节目《极速前进》第2季时，意外受伤并导致感染。林明谦得知后立即赶来医院照顾他，而私下两人也被经常拍到一起逛街、陪友人聚餐，去哪儿都形影不离。前段时间还有媒体曝光二人外出约会，曾宝仪面对林明谦时十分放松，期间总是捧脸对对方甜蜜微笑，看起来就像是热恋中的小女人。林明谦还拿出手机为她拍照，两人用餐结束后，林明谦抱着曾宝仪走出餐厅，并主动为她撑伞。两人显然都很爱对方，彼此对感情的态度也是认真负责，看得出是想一直走下去的。那么为何不愿意用一纸婚约给对方一个承诺呢？曾宝仪不愿进入婚姻，跟从小缺乏父爱以及父亲对婚姻的不负责任有一定的关系。
曾志伟说自己结过3次婚，其中2次为人熟知。第一次结婚时，曾志伟年仅19岁，为了满足父亲退休前和儿子喜酒的心愿，他娶了18岁的王美华，早早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当时还没有收心的曾志伟只觉得婚姻和家庭是负担，完全不想扛起责任。结婚当晚，他因为和一群朋友打赌，3天3夜不回家，让新婚妻子独守空房。2个女儿的出生也没能唤起曾志伟的责任心，他继续跟狐朋狗友在外胡闹，时常冷落妻子和孩子。于是3年后，王美华忍无可忍，2人离了婚。王美华没有了工作，也没钱，根本无力顾及2个年幼的女儿。曾志伟忙着在香港打拼事业，一直不着家。曾宝仪和妹妹便送到爷爷奶奶家生活。之后，父母都各自组成了新的家庭，生下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同母异父的妹妹。曾宝仪姐妹俩似乎被父母遗忘了，从有记忆开始，曾宝仪的生活里就只剩下爷爷奶奶。曾志伟很少来看望她，每次父亲节，学校要求为父亲写祝贺卡片，他都不知道要写什么，脑海中只能想到父亲形象也是伯父和叔叔的样子，这导致他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害怕独处，时常焦虑。在爷爷的要求下，曾志伟也曾想过和女儿加强沟通，他鼓励曾宝仪给自己写信，讲述自己的近况。曾宝仪非常高兴，他乐此不疲地坚持写了5年左右，每一个2个礼拜就写1封，写满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然而曾志伟也许根本没放在心上，1封都没有给女儿回过，甚至没有认真看过女儿写的话。后来曾志伟直接买了个录音机给曾宝仪，让她用录音代替写信，把想说的话都录下来，录满1盒就寄给她。这个建议同样听起来很用心，但他自曝在曾宝仪18岁的时候，他把寄来的录音带又全都还给了女儿，那可是记录了女儿成长的珍贵礼物。他如此敷衍的对待，想必又是没怎么好好听过吧。但不管曾志伟有多么不关心，曾宝仪依旧非常期待他分一点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上。为此，他在学业上卯足了劲儿，每天起早贪黑的扑在学习上，希望高中毕业时能获得优异成绩，邀请父亲来见证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要时刻。后来他鼓足勇气打了电话给父亲，小心翼翼地告诉他自己下个礼拜要毕业了。听到父亲说要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时，他受宠若惊，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于是整整18年来，曾宝仪第一次和父母拍了一张3人的合照。尽管彼此之间非常陌生，他还是欣喜不已。也许是从小不被关怀，曾宝仪在父亲面前总是有种卑微感，很想得到他的认可。曾宝仪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就搬到香港和曾志伟同住，打算往演艺圈发展。曾志伟明明有大把的资源可以帮助女儿，却强烈反对他入圈。面对他想要去参加的面试，也都不给予建议和支持，他只好自己去投简历、参加面试等通知。从场记、助理、企划、副导演等幕后工作，再到助理主持，一步步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到台前。不过他并不介意父亲的做法，总是感激父亲让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甚至他也会容忍父亲所有的怪癖。他曾透露，每次跟父亲通视频电话时，对方都在上厕所，赤裸着上身和他讲话。据说男友林明谦有一次在家中和他视频时，也看见他几乎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男友非常尴尬，觉得难以接受。曾宝仪却一脸淡定，2人为此还差点分手。曾宝仪还努力与父亲维护关系，主持颁奖典礼时邀请父亲和自己一起来内地参加综艺节目时，也经常邀请父亲一起出镜。参加极速前进时，父女俩搭档比赛却遗憾落败。曾志伟借着这个机会对他说了声对不起，压抑了多年的委屈的他当场抱着父亲大哭起来。找寻父亲的爱和肯定几乎成了曾宝仪半生最重要的意义。只不过曾志伟太不靠谱了，不仅频频和女明星传出桃色新闻，还在第2任妻子，也就是导演曾国祥的母亲去世后不久被拍到在夜店泡辣妹。曾宝仪不得不经常站出来替父亲发声或澄清，尤其是曾志伟被指控拦截音后，曾宝仪也回应父亲牵扯到了 X 骚扰的新闻，称在事情还没有查明前，
她已经迅速成为了强奸犯的女儿，本就缺失父爱，极度没有安全感，父亲又偏偏私生活混乱，极其不负责任，所以曾宝仪难免会对结婚生子失去信心，不奢望一纸婚约可以给自己带来安稳和幸福。尽管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完整，父亲的不负责，曾宝仪经历过很多不愉快，也受过很多委屈，但她一直积极生活，认真工作，拍戏、唱歌、主持，样样拿手，努力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也有一位爱她的男友陪伴多年，相信她就算不结婚，也会尽力让自己过得幸福。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後的故事哦。好多喺我哋呢個圈，好多嘅藝人咧，其實佢個表現唔差過好多人，但係今時今日佢都唔係大紅大紫，甚至乎有啲直情係可以講係未紮過、未起過，佢就真係試下運㗎，運程或者個命嘅藝人唔需要多，需要一個好劇本。如果好劇本得到一個好角色，我今時今日我都話我自己，我今日能夠仲喺呢個圈，我好彩就咩就係我久唔久就做到一個好劇本，久唔久就做到一個好角色。我由以前我小生拍拍追女仔好啦，後尾五福星啦，做羅漢果啦，後尾有機會同阿倫一齊做呢個雙情故事，攞咗影帝咧，跟住做下，我有機會喺96年裏邊拍咗部甜蜜蜜啦，做咗部大哥啦。因為做嗰部大哥，慢慢啲人揾我做黑社會大哥，做咗部大哥做得好似好多下咁啊，就遇到一部無間道。咁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個命真係好好，而每一部戲揾我都未必係第一個就揾我，係曾經揾過好多人，而嗰啲人辭演咗個角色，後尾逐漸輪到我做，而嗰個角色爆咗出嚟，咁你話係咪好運？咁人係需要運，好多人話。咁志偉你好運啦，你又真係好彩啦，你喺呢行你真係一帆風順啦，又多貴人啦。咁其實我又成日同啲新人分享，我就話你睇我好似好好運，但係其實我都有好大喜樂嘅，我都有失敗，可能比人多添。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就係話失敗最緊要咩？一跌企得翻快，唔好諗，唔好回頭望，向前走。同埋向前走之餘咧，你跌得多落個窿度咧，你行過你就知道，嗰度可能有個窿，兜少少路行咯。咁啊，跌得多，慢慢你行越行越直，越行越快。你最大嘅失敗係咩？我講一樣嘢，呢我唔知佢算唔算失敗啦，但係呢個算係一個打擊啦。又唔知算唔算打擊咧，但係因為我有錯失機會啦。我咧其實。西城我諗大家都聽過啦，一間好大嘅公司。西城咧，幕後老闆咧就係九龍建業，即係九龍巴士啊。咁其實最早係我一個豆窿走去揾九龍巴士，九龍建業，因為佢嗰陣時有條迷你院線，係香港第一個人我諗，所以話俾佢聽，我想拍戲，你俾錢我拍。我點解要俾錢你拍？咁我話，因為我拍完部戲擺呢條相咯，所以你預支咗俾我先咯。吓？預支俾你？冇人做啲咁嘅嘢嘅喎。我話有啊，不過外國。嗱，好簡單，你嗰條咧就藥線，即係你而家電視台。唔係藥線，係藥線。係啦，某一個台係藥台，咁我話我拍咗個劇集，我俾你相啊，我唔擺無線咧，咁你俾錢我先啦。嗱，呢個擺無線就爆噶啦，但係擺喺你度咧，可能你有機會打低無線喎。你俾啲錢我先啦，咁你點知一定好收視啊？我話好收視咯，我拍呢部戲你想唔想要先？啊，你部戲都唔錯喎，嗱係咯，你都覺得我部戲唔錯，咁你估我部戲收幾多啊？嗱，喺人哋條線咧，可能呢部戲收1000萬嘅，當呢條藥線啊收600萬咧，600萬分翻嚟有200幾萬，你俾200幾萬我先啦，唔夠啫，唔夠我還翻俾你咯，即係嗰陣時咁大膽嘅點嘅？咁啊，我記得呢件事咧，就去到嗰個院線嗰度咧，個院線老闆咧就諗咗2個月。一路都諗唔掂，點解要俾錢我？咁啊，足之咧，佢阿哥咁亦都係嘅大老闆啦。咁啊嚟咩事啊？你成日見啲嘢晚晚喺度開會講乜嘢啊？考慮乜嘢？佢冇啊，有個叫曾志偉又講嚇，叫我嚟見我。咁我上去見佢。嗰陣時你唔係好出名嘅，梗係唔出名啦。嗰陣時咁啊，未做導演，
未做導演，做副導演啫。咁啊，點啊，志偉？咁我冇啊，咁我咁嘅情形咯，外國有咁啊。都合理嘅喎。好，我借錢俾你啦。今日同你食飯，我想聽下你啲遠見。夜晚食飯，食完飯出去飲嘢，咁佢就話：咁啦，唔使講啦，唔好一步步計啦。我直情開間公司，你幫我製作啦。記住，我個人完全蝕得起錢，不過蝕唔起名。幫我好好做。即係禮拜日我去打高爾夫，禮拜一上嚟我哋長談其他嘅細節嘅嘢。禮拜日晏晝，佢下邊個經理都係我朋友嚟嘅，打下俾我。喂，志偉，你出嚟咩？大老闆啱啱過咗身。哦。咁嘅事都有喎，咁就冇咗啦。冇咗咯。咁你咪打機啊？你話啱啱我哋大老闆先話信你，俾晒你去搞，仲要話錢蝕得錢，係冇所謂，唔好蝕名就得啦。所以搞大佢咩？但係冇咗喎，哇！呢個打唔打機啊？咁又所以人生嚇點啊？呢件事咁又捱女仔咯，冇咗又嚟過啦，又嚟過咯。咁你自己咧？你最大嘅挫折係咩？我好幸運，因為我想食啲嘢。你食嘅，我好幸運嘅，我冇乜嘢好大嘅挫折。唔係啊嘛，人生咁真係冇乜。我最大嘅挫折就係失去我最親嘅人咯。我第一次失去我最親嘅人，我覺得好難受啊！當時係我喺英國生活緊，做緊工，咁一個噩耗傳嚟，我媽媽過身，我同我媽媽好近嘅，好親近。嗰個係我挫折嚟，我覺得係。一切嘅嘢我係交晒俾佢。你覺得嗰個挫折令你轉變咗乜嘢？我覺得我真係要獨立。雖然一路出嚟揾錢都係你可以經濟上獨立，但係精神上總有一個依靠同我唔知點做嘅時候，我可以有得依賴，有得問啊，或者萬一我用晒錢嘅時候，我媽媽有得救，有得救。因為我唔係好識計數嘅人嚟嘅，用錢嗰方面控制自己錢係唔好。我諗你都會係嘅，應該。我今到今日咧，我都有我同埋講，我都有個笑話，就係我今日如果唔喺度，其實我屋企人都唔係好清楚我究竟有啲乜嘢，但係只要我秘書喺度咧，但我秘書唔喺度就慘啦，我自己都唔知我自己有乜嘢可能，因為我哋係踢前鋒嘅，一路向前攻。我哋後邊啲嘢咧，又加，因為我冇時間兼顧咁多嘢。如果有時間，我都可能翻屋企啦，係咪？即係一路都係向前打，因為我成日講，即係好多人，我諗你都聽過，好多人話：哇！你又揾志偉啊？即係拉住咗個斧頭就走咗去㗎啦咁。呢句説話咧，好多人都講翻俾我聽。我亦都明白我自己有呢個你講得係話弱點亦好啊，或者有呢個問題好啊。但係點解我明白咗，可唔可以俾我食一陣添啊？因為咧，我都會照係咁做啦。我成日講一樣嘢，唔該，即係你唔着制服啊！我成日有時我拍戲，我講個好例子就導演有時發脾氣鬧人，導演有時好猛震，但係我覺得我哋大家都要尊重佢，就佢。點解咧？因為佢係成個戲嘅領導人，佢一冧，全組戲冧，所有人失業。at least，因為冇咗嗰部戲啊，根本佢用好多時間，佢度咗呢個古仔，揾咗個老闆翻嚟，有呢部戲，因為有呢部戲，所有崗位嘅人有工作。咁你話我拉着咗好多火頭，走咗去。我有好多人係咩咧？好多人好單一，好忠誠為一件事，由頭做到尾。但係佢就業嘅人數就係得咁多。我拉着咗，但我希望我有好多人去跟到我後邊嘅嘢咧。我又點着好多火頭，好多人就業，好多人一齊過生活。可能我就呢個係我自己嘅理念。我變咗咧，我覺得嗰件事行得嘅，有人跟到嘅，我就行啦，我就去起第二個火頭。咁啊，多啲爐頭，多啲人燒嘢食。多啲人喺度等啦，即係所以就變咗我一個咁樣嘅理念。咁啊明白嘅，你盡量去做龍頭啦嚇。咁啊呢個龍頭為你煮出嚟嘅湯咧叫龍蝦翡翠米湯，
咁你可以一路食下呢一個古巴式嘅時候，又飲下都得嘅。我最中意嘅魚子我食完啦，咁啊想試下個蟹餅。呢個蟹餅係叫做古巴式，我呢個就係素嘅酸辣湯。咁喺你嗰啲仕途裏邊啊，好多人扶過你一把啦。其實有冇啲人窒過你啊？嗱，呢個咧，我又可以講講嘅就係我諗每一個人喺個社會有翻咁上下時間嘅時間咧，都有機會遭遇到呢啲事。但我覺得唔使氣餒，亦都唔使掹陣。你有冇掹過先？每一件事當初你都會咁係嘛？但係跟住落嚟，你最緊係咩咧？你當一個鼓勵咧，件事就好行好多。我講兩三個例子俾你聽嘅就咩？就譬如我以前曾經拍過一部戲，咁啊當時我只係低層嘅人啦，咁啊有個高層啲嘅啦，咁啊有啲喜慶事完咗，佢飲醉酒，咁就扶佢啦，扶住佢上車啦，去到架車度準備開門，咁啊攞條鎖匙出嚟，揼咗喺地下，俾你揸下啦，呢世你都冇機會揸噶啦咁。我話 band 跑嚟喎，咁我當時就話俾自己聽，好，曾志偉，我就要有機會揸架咁嘅車，你做啦。若干年後，足之我買到一架同嗰架一模一樣嘅車，而嗰個經紀佬嚇一跳，因為我攞車嗰陣時咧，入咗架車度，啪一閂埋門，我喺裏邊就我揸到啦咁。雖然嗰架車係7手嘅。但係我都叫揸到啊！即係人係有咁嘅 Q 啊，但係變咗你有一個目標，你工作嘅目標你有，咁你咪當呢個人係一個鼓勵咯，你唔好當呢樣嘢係咪？我做武師，我最記得我初入行嗰陣時做武師，咁我一班朋友即係大家玩埋一齊嘅咁啊嗰陣時我未係射二到啊，人哋係射到啊！電話嚟聽日80個啊，80個啊，你聽住啊！好啊，唔收錢。哇！你叫人噶咯，我話喂80個喎，有冇我份啊？你何德何能啊？哇！80個都何德何能喎？幾陰功啊！你都喺行都唔使撈啦。咁我又當咗呢個係我鼓勵嘅說話。我話今日人哋懷疑你係何德何能，你一定係有問題，你一定係真係何德何能。你就要俾人做到8個都用你咯。得唔得咧？咁啊，足之呢件事其實咧都擺咗喺我手裏，我唔係記仇啊，但我當係一種鼓勵我自己。到我最記得我做第一部戲做導演，我得2個武師啫，我叫翻呢個人嚟做，我呢個人嚟望住佢，我完全呢個人完全唔記得有句咁嘅說話，可能佢今日都唔記得佢同我講過呢句說話，但係我就覺得今日我好慶幸，我已經做咗導演啦，我坐喺度。我揾呢個人嚟，係對我自己一個交代嘅。咁即係呢啲嘢喺我裏邊個人生裏邊咧，係層出不窮嘅。係每一樣嘢，我都係當一種鼓勵。譬如我記得我自己拍過一部我自己最中意嘅戲，叫做《最佳拍檔》。咁啊，當時有班同我一齊長大嘅手足，就我啲武師啦。我拍完之後，我好滿意、開心到今日請佢哋食飯，大家好開心。咁啊，點解志偉部戲拍得好唔好啊？我梗係好啦，我自己中意到不得了啊！收幾錢啊？我諗我因為我有1000萬啦，嗰陣時嘅1000萬咧，係我諗而家話俾人聽唔止啦，5000萬咁啦。而家咁樣，咁之後而家我梗係覺得好好啦，我希望有5000萬啦。嗰個嘢1000萬咁啦，嗱呢部戲收1000萬，我喺呢度倒立，我哋叫拿頂啊，倒立由尖沙咀爬到去深水埗，結果我哋幾多日唔夠2個禮拜，跟住過咗1500。咁佢有冇到啦？成班嗰陣有份食飯嘅人打俾我咯，我就話喂，約佢出去食飯，佢一路鬧下佢，話冇所謂。我話我好開心咧，大家當咗呢個係一個神話，而呢個神話我自己創造到，咪一樣開心咯。我就講唔晒，再講咧，我諗係嚟甜品噶啦。呢啲咁嘅例子多到喎，咁啊，所以我覺得你話係又係一啲鼓勵性嘅嘢。你唔係同阿叻唔啱嘅咩？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同阿叻係唔啱，咁但係阿叻係一個咧大是大非嘅人嚟嘅，畢竟相識咗咁多年。因為我覺得咧做朋友已經難，因
一個相識10幾20年嘅知心朋友係好難嘅。如果一個相識咁多年嘅朋友，因為一啲好少嘅嘢而大家咩事嘅話咧，係好唔值得。呢件事發生過喺我同個女身上。咁女性嘅紅顏知己又有幾人先啦？我唔知點樣形容呢個咁嘅，佢真係佢係有晒男人應有嘅性格，睇個女人。我最後見佢係佢生日。你同朋友咁好啊，咁人哋鬧你啊、窒你，你又當鼓勵啦。朋友你一定好多噶啦，你係好豪爽嘅，我知道。咁有冇啲人出賣過你嘅咧？朋友，梗係有啦。但係問題就最勁嘅係點樣賣法咧？係錢啊，定係點咧？都點講啊？其實我覺得點解成日話錢係邪惡嘅？即係好多嘢問題都會係一個利字咧，係令到分心啊！我覺得係最唔值得，因為大家交往咁耐，造成嗰件事都係因為有一個好朋友，點會喺個利字裏邊發生咁嘅問題咧？咁所以就覺得係好可惜，好可惜。譬如我好多人話叫你做生意好叻，我梗係唔係啦，我蝕你唔知嘅啫。我做好多執笠生意，你唔知嘅啫。我知啊，好似你做出生意都係執笠嘅。係咯，即係咁。咁啊，當然都有成功嘅，好開心嘅。咁我最做過一次係咩咧？係有一個我以前仲做緊舞獅嘅時間，佢做緊 bartender 嘅啫。咁後尾佢又做夜總會經理，咁我啊都做導演咧。咁佢又話：喂，我喺新加坡我有間餐廳，我諗住做3分1，只係你做3分1，因為新加坡朋友做3分1，大家做咗佢啦。咁不過你可唔可以幫我出住我嗰3分1先啊？好朋友，你有機會做老闆，我咁冇所謂啊，係咪？出埋佢份先啦。咁後尾原來嗰邊咧就要我哋呢邊有個新加坡嘅代表，因為外籍人士唔可以喺嗰度持牌嘅。咁我揾咗我一個新加坡嘅朋友做持牌人先。到頭來嗰檔嘢點樣咧？嗰檔嘢突然間有一日咧開閘冇晒人，嗰啲夾萬啲錢冇晒，嗰個人已經走咗啦。我朋友啊，結果我新加坡嘅朋友要俾人告，要遣散咗個員工，我就去攞錢出嚟。咁嗰個人完全冇交代過我，你做唔掂你話俾我聽啊，走你同我講聲啊，我仲要面對我啲朋友噶嘛，都有。嗰個朋友識咗幾耐？咁我都話我由做舞獅，我做導演好耐噶啦。咁佢由bartender做到做經理，好多年，起碼10年啦。係有啦。咁而家有冇再出現過？好似走咗之後冇見咗好耐啦，後尾就有見翻，咁佢又好唔好意思啦。咁我能夠做點啊？你唔再提啦。冇得好提啊。咁佢都好唔好意思，咁啊冇乜來往噶啦，因為佢都唔好意思埋打招呼。咁我幾多錢你嗰次講緊？幾廿萬都唔係好多啫。嗰時我覺得每一股啊50萬、100萬數。咁你喺你芸芸嘅朋友之中咧，最好係邊個？難答啦呢個。唔係一路咁多年裏邊，我覺得即係阿倫啊、阿叻啊，或者你唔係同阿叻唔啱嘅咩？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同阿叻係唔啱。朋友同敵人咧分得好開，冇灰色嘅，冇中間嘅嚇。咁然後咧佢就即係佢個人係好打不平嘅，好啲乜嘢都帶上口講嘅。咁同埋喺銀幕上咧，我哋好多時我哋兩個係可以做一個好大拗撬嘅角色。譬如講世界盃如是啊，做主持如是啊。如果唔係冇人撐啊！世界盃今日場波，譬如英國對千里達咁樣，梗係英國贏噶啦，唔使講噶啦。咁都有人要千里達噶，咁你如果過隻英國咁千里達有咩好咧？人哋唔好嘅話，人哋唔會打入去世界盃噶。咁揾啲人嚟做啫，咁咪拗咯。咁拗下就梗有個負方噶啦，咁啊實會拗到面紅面綠噶啦，係嘛？咁但係呢啲係台面嘅嘢啫。
下邊大家始終係好朋友，因為畢竟相識咗咁多年。因為我覺得咧，做朋友已經難，一個相識10幾20年嘅知心朋友係好難。如果一個相識咁多年嘅朋友，因為一啲好少嘅嘢而大家咩事嘅話咧，係好唔值得。呢件事發生過喺我同阿倫身上，係啊。咁呢個我都出嚟曾經做訪問，我講過啊，甚至乎我出去做大學講座，我都講過。我最記得我有次喺台灣做訪問咧，講下個 DJ 喊，因為咩咧？就係我記得嗰次係咩？嗰次就係有我哋兩個一個共同嘅朋友，我同阿倫。咁啊，佢有間鋪頭開張，叫阿倫剪彩，我打俾阿倫，話邊個叫我哋剪彩喎？咁啊，好啊，冇問題啊，到時去幫佢啦，你通知我啦。好啦，咁啊到今日要剪彩啦。朝頭早我打電話嚟，喂，原來啊邊個叫你剪咗嗰間嘢係桑拿嚟㗎？喂，好似唔係幾好喎，上面公司詐型喎，所以我哋歌星真係幫桑拿剪彩好似，咁我喂人哋出晒報紙咯喎，你已經死過人喎，咁我唔知啊，桑拿嘛你又唔講，你啲有你即係我信得過你嘅啫，你咁樣，咁我話喂點都好啦，咁今日人哋死喎，咁唔得咧，真係，咁我覺得佢有冇搞錯啊？咁啊，你搞唔夠兄弟咁我話唔得，阿妹又去咗我打俾阿妹，咁阿妹又唔覺得個人像唔好，咁你真係阿妹啊，真係，我係舊嘢佢都唔知乜嘢，佢又行咗去嗰啲先，佢又唔諗咁多嘢嘅咧，咁啊佢又冇問唱片公司啊，去先嘅嗰啲勇字行頭嗰啲，咁因為咁咧，我就覺得人都妹咗佢，點你真係女你真係唔啱，唔高興啊，係啊，咁佢又覺得咁搞錯個智慧，咁影響我幫人，我要幫得合理咧，影響我飯碗嘅嘢我就唔幫得噶啦，你咁都怪我，咁你又真係唔啱啊！咁大家就嗰陣時我哋身邊近乎日日都通電話噶嘛，咁啊冇通電話4日，呢叫冷戰。係啊，咁啊4日，我喺呢件事咧，我先明白到原來咧冷戰通常係嚟自咩咧？就係當大家都覺得大家啱嗰陣時咧，就會出現咗問題。如果有一方覺得自己唔啱咧，通常都會借道義咧就鬧翻對方傾偈嘅。但係當大家都覺得大家啱嘅時間咧，就有問題。我當時就係咁。因為我就考慮到頭先我之前所講嗰樣嘢，就話喺個世界咁多10億人，點解我同你做係朋友，你點會做咗個上司？好難得噶啦，咁仲唔係喎？一做就做10幾年上司，或者做10幾年朋友，更難得啦。喂，係咪因為呢件事大家唔傾偈先？唔值得啦。既然係咁，咁點啊？咁一定會有個人嬲翻過嚟傾偈啦。咁邊個嬲邊個？乜大人都有大量啦。邊個做大人先？啊！我諗住早日自己廁所度笑啊！突然間，我朝早親到踎下睇下報紙啊嘛，我諗住我自己喺廁所度笑出嚟，跟住我就打電話。喺個廁所度諗到嘅。係啊，一打電話，大家冇提過都冇發生。冇芥蒂。係啊嘛，今日隔咗段時間啦，先再攞翻嘢。咁啊，個女又覺得好啱嘅，即係話唔影響飯碗就最緊要啦。而唔影響飯碗，點幫朋友都冇所謂啦。但係朋友要互相體諒啊！你冇理由唔體諒嗰樣嘢啊嘛！咁我諗下亦都係我自己一時衝動，就覺得即係我都冇幫，因為我唔係歌星啊嘛，我唔知道歌星對個形象咁我係冇乜形象噶啦，我人你知周圍我都去大排檔啊食，周圍食咁我唔係好察覺到。後尾我先發覺原來歌星同藝員咧有好大嘅分別嘅，歌星係落多好多層閘嘅，甚至乎到對排名啊、出場先後啊、着衫撞唔撞人啊，咁樣都好緊張嘅。嗱，咁啊，後期我再有機會接觸啲大老倌啊，更加覺得原來唱粵劇係更加啲。所以如果最勁係唱粵劇，跟住落嚟先到歌手，跟住落嚟先到演員。嗱，你啊啲朋友就一定入心入肺啦，個個都嚇。你啱啱講嘅話，最好嘅朋友都係男性朋友啦。咁女性嘅紅顏知己又有幾人先啊？嗱，我覺得女性我自己真係最好，而我覺得我亦都好服嘅。我覺得阿妹係我見嘅人裏邊咧，呢個真係大情大性，同埋咧係一個，我覺得真係。我唔知點去形容呢個咁嘅，佢真係佢係有晒男人應有嘅性格，大個女人。但係咧，佢女人對愛嗰種徹底咧，又比任何個女性更強喎。呢個人真係
好特別，而佢對工作嗰種認真嘅狂熱咧，又係犀利，所以冇得講嘅。同埋佢行出嚟嗰種，如果係男人，佢一定係大哥嚟嘅，係令到所有人係好信服。所以係阿妹，我未見過個藝人咧，即係阿妹走嗰陣時咧，係令我最感動。佢走嗰剎那，喺當時醫院嗰層樓，係近乎見晒所有應見嘅朋友嚟齊晒啦，佢先走。而點解啲人會齊呢？係每一個人上嚟嚇阿妹有事，唔係話今次通知我，一上嚟見到阿妹，跟住望，仲爭下邊個就打電話啦。喂，快啲過嚟阿妹，一個嗌一個，嗌到成層樓塞到冚晒，一個一個喺阿妹面前道別，佢先走，係非常之難得，即係。冇啊！今日你叫我喺醫學院再搵翻，我搵唔到。係咯。佢最後同你講咩說話？冇機會講嘅，佢都講唔到嘢。但係大家見到已經心裏邊已經知道。我最後見佢係佢生日，佢生日我就影嗰張相，我哋福祿壽啊、倫啊、靚，佢哋嗰張我而家仲係擺喺我自己嘅床頭。